你台北来的哦？你好，很高兴认识你。每个人都有很多细菌，我不想跟别人握手。哦，你好专业哦。这是什么？伊只都市来的生意呢，拄到一群淳朴又正经下的新朋友。完了，地上那么脏，有细菌。是哦，难怪我常生病。李轩，你有玩过 Big Boy 吗？那什么东西啊？准备，转身，开始。0分。你在出干嘛啦？我在打这一快是过到某强用了。去火把玩好不好？喂，很恶哎！不下来玩吗？好啦。看谁跑得远啊！一人3，4年29块色，阿婆嘅哈林呀。